这是咱生活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同款。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啊、花、溪流、湖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今仔日是啥物人要带咱去看大自然有啥物神奇的呢？是维米。嘿，是个子耶！哦，今仔日的主题是山，对无？啥人要来小解家己国家的山咧？埃及的森林，巴西的锁，泰国的 strong，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ผมชื่อ Strong 佮有德国的 Rasmus。森林带咱去看沙漠，遐有沙啊，佮有石啊。所有要体验沙啊高伫手的感觉。Rasmus 住伫一座岛屿，遐有时敢若有沙啊。Strong 甲伊的朋友伫海边仔耍沙，真欢喜。咱来去看卖哦。泰国有足多足水的沙坡，遐个沙足软的。你会使甲家己抬起来。敢要搁较侪沙？让咪来哦！甲沙搭搭会较值钱。阮的骹拢是沙。抓落来就会跳出来了。阮埃及有沙漠，是沙甲石仔做的。我住伫石头沙漠附近，遐有足侪石仔和淡薄仔沙。你看沙实在足水的。你敢捌安尼耍沙啊？
伫巴西的亚马逊。溪岸边，一般来讲拢有沙仔。才有足侪大片树林甲大条溪，骹底的沙仔有够软。握伫手里有淡薄仔猫猫。沙仔摸起来有淡薄仔痒痒，毋过感觉真赞。嘿嘿，喂我住伫德国北海一只岛，过12点钟，这岛会对海变做沙坡，了搁变成海，搁变成沙坡，就安尼敢若剩海平，都是海床的沙仔会流落来。阮要去海边找看有啥物动物。阮阿母上知影海边即款虫一个啊就全无去啊。这是蛤蟆壳，这是一粒活的蛤蟆。伊甲家己带入去沙仔里。搁有海螺嘞。这是孔雀蛤。这是海盗滚的屎，你无听毋着，你会当伫遮找着。迄款通人知的海盗滚。迄下底有海盗滚。看伊要装去倒诶。咱甲挖出来，挖无啥有。海水要搁涌来啊，咱爱赶紧转去海沙坡遐。搁有一天，咱会过来看海盗滚。这有啥物共款的物件？
全部拢有山。阮即粒岛的海边仔有足侪螺仔壳，我会当用螺仔壳起啥物咧？遮个螺仔壳真适合用来甲沙堡装甲水动动。嘻嘻嘻嘻咪，咪咪，嘻嘻喂，喂咪。埃及天气足热的，阮遮有大片的沙漠。沙漠敢若有山，拢无水。敢若有一种动物有法度行过沙漠，你敢知影是啥物动物？是骆驼。因敢若需要一束仔水，就会当伫赤呀呀的沙漠行足久的。你敢知影？因哪会互人叫做沙漠的船呢？因为徛伫因的脚趾边，就像咧坐船海来海去。阮想要用沙起一个城堡。先想看卖要怎起。阮甲沙仔踏做山轮。阮小弟伫边仔看，伊嘛有甲阮斗相共。
甲水倒入去城堡中央，要做一个空。即马爱来甲城堡装个水水。咱个城堡起好啊！阮要用刷仔来画图。即摆要算无共款的，把大个刷仔搁入去罐仔底。罐仔挂有一空。罐仔用长长的锁仔绑咧，把伊海过来海过去。安尼会当画出大艺术品。这是咱生活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同款。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仔、花、溪流、湖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山仔是大自然内底足重要的一部分。你若注意看，会发现足侪所在拢有山，亲像海边啊、海坪、荷花，阁有沙漠。伊是动物的厝，你嘛会使用伊来去足赞的物件。真感谢所 Strong、Rosmus 和 Slim， 今仔日甲咱分享恁国家的山仔。当然咯，爱特别感谢伟咪，甲咱所有的人合作伙。